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AM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日本送予台湾的124万剂 AZ 疫苗，下晡已经送到桃园机场。另外，美国要提供700万剂疫苗予亚太国家，台湾也包含在内。台湾的武汉肺炎确诊人数已经超过1万人了。另外，标的关卡增加51个，其中32个人是警官电子员工。印度皇太蔡文健我恐惊威胁到恒春、屏东甲台东北部受到雷公雨影响，也传出淹水在即。讲到日本送予台湾的124万剂 AZ 疫苗，下晡2点的时阵也到了桃园机场。指挥官陈时中也对日本表示感谢，讲到这批疫苗是到10月中才来到期，也会赶紧和民众注。另外，美国也宣布讲要捐700万剂疫苗予印太地区，其中也包含咱台湾。总统蔡英文下晡也亲身向日本甲美国表示感谢，也针对着民间团体要倒买疫苗的部分，认为一寡人无需要讲歹听话，若准团结会真有力。日本航空班机 JL809 这是下晡2点飞到桃园机场。机场载着124万剂 AZ 疫苗，由日本政府免费来提供。讲到这是正做过去台湾帮助日本地震灾害回礼，助理代表谢中庭里面册打出送去的相片。伊致谢表示，这疫苗因讲是对台湾的及时雨。アストラゼネカ社製のワクチン124万回分を無償で台湾側の窓口機関であります。我们非常的感谢因为在这疫情这样的一个紧张的时候，效期还算长，应该有到10月去了，到10月中。但市长表示，加速来检验，这是近期来上大一批疫苗，后期到10月中会赶紧来注射。根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这批疫苗只是头一批，后续要更加多。而产经新闻也指出，这批疫苗已经由 COVAX 快速直接来台湾。这个背后的关键就在顶个月24，助理代表谢中庭加美国助理大使，加前安倍首相副总官这人伫官舍斗阵食饭，美日台3方面来促成，不要对抗中国疫苗外交的这个意涵。We made the decision to share at least 75% of these vaccines through COVAX. This will maximize the number of vaccines available equitably for all countries. 同时，美国初三也宣布，关节疫苗的分配会有限，700万剂经由 COVAX 到亚洲，其中包含台湾、印度、马来西亚、越南这所在，详细数量无公布。英国美国表示，真紧就来提出，手牌包含辉瑞、莫德纳也具交声。因为有各位的帮忙，让我们再一次见证了基于共享价值、互相扶持的台日友好真谛。总统蔡英文感谢美国甲日本捐赠疫苗，伊要请大家理解，实际上各国政府拢伫咧抢疫苗，台湾的国际处境是真困难，需要确认搁再确认，才有法度公布消息。另外，包含各大名，也搁有护工山这民间团体热心来斗相共，拜托大家莫算来算去，团结力量才会大。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的消息。国内武汉肺炎的病例已经超过1万人啊！今仔日国内是增加341个病例，有2个境外，339个本土病例，也有133个是到境回来的。那讲到这死亡人数的部分，有21个人死亡。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讲这2天有关是真严重，民众要提高警戒。那针对着警戒被降级的部分，陈时中也表示讲，目前是也未考虑。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继续升悬，初四新增加339例本土病例，到境回归本土个案133例，所有本土个案472例当中，以新北市227例上济，第二是台北市152例，苗栗县51例，桃园市11例。台中市甲基隆市各7例，彰化县6例，新竹市甲南投县各2例，花莲县、宜兰县、新竹县、屏东县、高雄市、嘉义县甲云林县各1例。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到境回归的数量比前2天少，整体案件数是向下下行进行。不过这2天病例数依然真济，要维持高度警戒。这2天确实是病例是比较多大家还是要持续的维持我们这高度的一个警觉。另外，也增加21例死亡病例，分别是男性14个、女性7个，其中有2例是30多岁死亡个案，本身拢有慢性病史。为发病到死亡上底只有4天，专家提醒4月20以后确诊个案当中，60岁以上老大人重症比例上悬，有3%。不过少年个案也有，要特别注意。
比较年轻的2位，那其实他们也都是有一些潜伏疾病，包括有洗肾的状况、有糖尿病的状况等等哦。所以，除了一例50多岁的是没有潜伏疾病以外，其他的都是有潜伏疾病。因为离6月14日3级警戒期限只剩10天，外界关心防疫警戒是毋是够升级。但市长强调，目前的状况，疫情还伫相对的观点，也无想到要降级，也无想到要升级，会继续精进相关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苗栗竹岩的警官店主医工宿舍群聚感染事件，这个案件是继续伫咧探。苗栗县今仔日是增加51个确诊病例，其中有32个人就是警官店主的员工。疫情指挥中心也决定讲要去到警官店主设前进指挥所。警官店主也决定讲要配合停工2天，希望甲政府做伙来配合，甲疫情压落来。员工陆续坐游览车到竹南的厂区，苗栗警员店主继续进行采检。不过苗栗县测试的新增加个案继续上升，有51例，其中警员店主互相烧的案件占32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烦恼疫情无度控制，指派卫福部医学会执行长王必胜带防疫团队到警员店主来开设前进的指挥所。到苗栗成立一个前进指挥所。能够尽全力的来协调，不管是在医院的量能、采检的量能，或者在后送，能够及时的在那边指挥，能够做最快的一个调度。警员店主的移工互相烧的疫情继续扩大，全体7000多名员工拢要进行快速检查。不过董事长一开始无要停工，一直到测试下晡才转变这态度，决定各厂区停工2天。今天下午3点钟，这个前面的停工，让厂区来做全面的一个清洁跟消毒的工作。即阵中央的前进指挥所会请移工的中介公司赶紧来盘点这个名单，要求厂区必须将移工甲本国劳工来分流，避免造成进一步社区的传染。而各区甲宿舍嘛的正式检查点加速测出个案，快速检查阳性的人优先送到集中检疫所加强型的防疫旅馆。相关的移工宿舍人员在初4、初5、初6这3天休假，并且禁止出外，希望会在有效来阻断警员店主疫情继续来扩大。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新北市的确诊人数已经超过4400例啊，市长侯友宜也甲中央以及着地方讨救兵。另外，新北市也推出讲到厝家己做快筛服务，互一寡无方便出门的民众通好做快筛。侯友宜也宣布讲，假日时黄线开放停车，公车捷运拢会减少车帮，目的就是要减少这个车帮，卖互民众出门。新北市测试增加227例，总确诊数超过4400例。疫情无等好，市长侯友宜呼吁高风险同日底，居民拢出来快筛，佮推出到厝快筛队，协助甲确诊者接触的老幼障碍者无法度家己去快筛站的市民，用伫厝内底采检。那这里面我们就会派出我们的医师、护理师到宅快筛，那也会做快筛以外，还急做 PCR 的检测。新北确诊1万100桥上济，不过新增实际的人数也咧升悬。侯友宜预警，疫情可能面对新一波的高峰，希望市民用更加极度的活动。就无假期，新北市也宣布伫厝做防疫政策，黄线开放停车、公车捷运减班，爱民众减少外出。时间是礼拜5的晚上7点到礼拜1的早上7点，这个时间点。我们路边停车格假日暂停收费，黄线假日开放前日停车。我们的公车捷运我们会减班，至于交通罚源、路边停车费可以线上交。即摆新北医疗量能真严，全职病床只剩271床，有54天了后就真紧张。侯友宜也请中央甲外县市支援。另外，日本送予台湾114万剂疫苗已经到台湾。伊表示，上北就是一级战区，希望中央伫统筹分配疫苗，要有战略思维。相信中央会有考虑如何分配甲做的顺序，是尊重指挥中心。记者综合报道。
那阵包含校正等内部分，台北市今仔是增加152个本土病例。市长郭文德认为讲，感染源已经断开啊，短时间内要解除3级警戒，恐惊是无遐简单。认为关键有关是伫咧注疫苗。目前日本有送予台湾疫苗，未来可能还有美国的。郭文德正是甲长方发声，希望网络资讯系统就要赶紧做好势。目前在台北市，这疫情有控制，但是没有扑灭。讲到疫情，台北市长郭文泰议员也是烦恼，因为包含国境回归，测试台北市新增加本土病例152例，对确诊数的分布发现，稳重的感染源已经传到规个台北市各区，短时间内要解除3级的管制，恐惊也是有这个困难度。随时你要把旁边有感染案例都有可能出现，你要有这种心态。我也认为，短期内3级管制大概没办法解决，因为一测你知道吗？既然这种潜在的感染源这么多只要一放松，就会飙上去了。郭文泰坦白讲，无疫苗风险也无路用，所以讲需可用上低成本达到3级管制效果，经过疫苗全面来注射。因为日本送予台湾124万剂疫苗已经到位，台北市做注射规划，先对39间合约的病院来开始，目标每天4万到5万剂。搁再来是12区文经部合约的诊所，若是无够用，就规划像是小巨蛋这大型的场所，加做大型的注射站，需要到处服务就出动机动的注射队，各种管道拢正伫评估。郭文泰也向政务委员同方来发话，希望网络有用系统会用来加紧。因为唐凤有一个网络的预约系统，它本来是预计6月中的我想这个可能要连夜加工，你知道吗？因为这个，我觉得打疫苗最好还是用预约系统。为什么呢？避免排队的群聚。所以这个，因为本来台北市有要写一个网络系统，后来因为中央要做，我就说不要重复做工。双北的确诊人数，逐天拢是3位数，尤其是新北市，就算公设检查站，疫情也是无法控制。郭文泰认为，台北市这阵医疗院所总共有1363病床数，医疗量能有够。除了向集中检疫所和中央，也是接受新北市确诊的病人，到台北市专职防疫旅馆，病情严重的也伫台北市的病院来治疗。要采取科学联合模式，串联双北医疗资源，到底来对抗新冠的疫情。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的北投有一间人家厝，今仔用发现讲有3位老大人拢死伫咧厝内，大做伙的查某囝也是伫咧发烧，卫生局甲人送去快筛，结果是阳性的。这站悲剧敢是武汉肺炎所造成的呢？目前也正咧调查。另外，伫邦桥阿东病院也发现确诊者攻击医护人员，造出隔离病房事件。即马疫情真正热，台北北投石牌仔一个人家厝，测试发生命案，3个人死亡。警方经过调查，伫咧外县市食头路的后生，因为联络袂到厝内4大人，请里长去看卖，结果所发现90多岁老爸、甲80多岁老母，甲一个70多岁兄弟，3个人死伫咧眠床顶。也若做伙大50多岁查某囝是发烧烧甲真厉害，所以紧急送病院做采检。因为这个查某囝快筛的结果是阳性，烦恼这个案件是因为去挖着造成的，目前等由卫生局的人员处理当中。打电话都没人接，所以他拜托里长去了解是什么状况。后来里长请消防队进去，那发现都死在里面，死了3个，知道是死亡案，所以同仁都特别小心，因为最近都处理一些这样的类似案件，所以同仁都一定会穿防护衣过去。出车来的时候，他也跟那女儿量了一下体温，有发烧，比较需要注意的怕有一些染疫的问题。父母亲2个还有长子长子这阵子从万华来这边照顾他父母亲另外，伫新北社和病院的代志了后，阿东病院嘛发生隔离的确诊者攻击医护人员的事件。根据阿东病院的声明，一个男性的确诊者测试也管也讲护理师离开病房了后，坐载回电梯直接去到病院外口坐车离开。病院这边随通报卫生局甲警察局，经过警方确认了后，这个男性的确诊者已经登去到因家。他进来家里之后，我们就接到通知，我们就过来了解。现在等消防局的这个消防单位来接手，同仁都穿兔宝宝装，现在都在现场这个戒护当中。警方表示，接到通报了后，因就随穿几套的防护装备去现场确认了后做戒护，而且等消防人员也有卫生人员来处理。所来嘛追究这个男性甲医护人员使用暴力相关的罪嫌。记者综合报道。
咱全台湾有13万个人无银行的口座，为着要互民众量早领到纾困补助金，中央政府已经提早安排，请邮局先寄8万多份的汇票出去，然后互民众去邮局领现金。不过，台湾邮政产业工会表示，中华邮政已经有12个人确诊，中央宣布要甲因列入去大城市疫苗对象。对6月初4开始，民众只要摕到急单纾困金的汇票来邮局，就通领现金。因为即马伫咧邮局外口也已经设立排队的等候区，动线拢已经规划好势。入来到邮局爱先绑体温扫 QR code， 而且用笔仔的即个酒精来消毒手。即阵邮局也已经加派卡手要来扫透即届领纾困金的民众。毋那来勤的人全面应战，走外勤的邮便书，初4即天也足无用，因为即天爱甲头一批8万多份的汇票限时挂号，拢寄好了。这个是政府交代邮政的一项任务啊，我们邮政群里人员也会尽全力来完成这个使命啊，也可以跟邮局联络。避开人最多的时候，大家做到分流。有新闻给那个卫务部，把我们的中华邮政的窗口跟外出列为施打疫苗的优先对象。问题是它否决掉了。疫情还未退，即阵中华邮政已经有12个人确诊，也若全台湾拜6有营业的邮局，干达281间。若有急用的民众，拢客做伙来领钱，恐惊有群聚风险。工会希望比照金融机构拜6拢停困，若邮局是提醒民众汇票3年内拢会当换，要领的时先甲汇票后壁的个人资料写好势，再身份证甲印仔缩地点伫咧邮局的时间。记者阿敏金、林玉凯台北报道。印度风台彩云的暴风圈已经入来到巴士海峡啊，而且是愈来愈近挖南台湾。气象局也陆续发布海上、陆上的这个风台警报，也强调讲风台的中心会对恒春、屏东以及着台东地区造成威胁。加上北边的黄山河方面落南，各地头拢会落大水雨，特别是湘北地区也传出淹水灾情。今仔日过到台北、新北、基隆，雨都袂输规趟道共款，发生地灾性的大水雨，尤其是台北市的灾情上界严重。基隆路一段的车路甲顶仔卡规拢淹水，因那地势较低巷啊，停伫咧路边的汽车甲乌托摆，差不多拢浸伫咧水底，了后恐惊是真歹处理。我车子浮在上面。你说浮在水上哦？浮在水上。所以你就是上班到一半，赶快来抢救你的车子。因为北边主流方面落南。风台外围环流，加上过道热对流真旺，致使全台湾各地拢有落雨。根据气象局的统计，原本上大的是雨量，台湾大学自动雨量站测到1点钟累积209米的雨量。不过，因为雨量伤大，判断了唔对去。到下晡5点进前，全台湾上大的是雨量修正了后，伫台北市的大安区福州山的测站是雨量是213.5米哩。过来是信义区的一翠山庄测站有212.5米哩。另外文山区的文山测站、布加国小的测站拢测到超过200米哩。然后北边也会有锋面的云系在接近，西南边有台风的外围环流在影响，所以今天下午开始各地降雨，会有瞬间的强降雨。印度风台彩云是愈来愈挖台湾的南边。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海顶甲陆地风台警报，台东市郊区的海滨公园下晡就开始透风，影嘛变真大。也若绿岛甲兰屿影是有甲3-4公尺悬，考虑到通行的安全，台东县府宣布，兰屿、绿岛为初4下晡6点开始停班停课。下晡行政院长苏贞昌嘛专工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视察。尤其现在正在疫情期间，我们防疫、我们抗旱、防治台风跟季节风雨带来的相关应该有的灾情预防，都请一起加油。中央气象局预测，印度风台彩云的暴风圈以时速30公里向东北边咧行，按正初4尾仔到初5的透早是上挖台湾的时间，了后就有机会减弱做热带性的低气压。不管台风是否减弱，它的中心仍然会影响到我们的恒春、台东以及绿岛、兰屿。傍晚到晚上，绿岛、兰屿还可能增强到9到10级的强阵风。气象专家提醒，台湾北部的蒙井河方面还可以继续到位，强调这对台湾气候的影响，恐惊是比风台要更较大，会带来真旺的西南风。为拜5半暝到拜6礼拜，拢有可能会落超磅的大水雨，甚至会造成灾情，呼吁民众都要防范大雨的灾害。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日台北地区下晡也伫咧落大雷公雨，气象局用谨慎通知民众。根据着台北市消防局的统计，到下晡3点半为止，有6个行政区1点钟内的雨水量就超过100毫米。市中心有真侪所在也拢伫咧淹水，甚至伫新店有地下停车场水灌入去，真侪台车拢浸伫咧水里。大雨一直落，水位才河平上落来，巷仔内底出现真侪小水墙。这水是一直悬起来，居民表示，清水工才清过水沟啊，想未到清了，大雷雨一来，也是积水咯。清好个淹，敢袂做无奈？系啊，个淹啊，好你有清，无怪讲好多阮拢无清。中昼过后，这场大雨，互台北市真侪所在大淹水。整个淹水了，淹得好厉害哦！这是忠孝东路5段。民众为悬的所在所翕的画面，车开过忠孝东路5段，全部都淹水，车道加速弧度。我在保护那个发电机啊，那发电机淹的话怎么完蛋？民众伫顶仔骹往那翕，往那看，机车东倒西歪浸伫水中，黄道路积水直接淹入点内，完全无法度做生理。忠孝东路4段附近，亲像海水大楼，外送员骑机车，好亲像伫海涌当中共款。基隆路一段172巷上山高中边啊，也拢是水，民众行伫人行道，水淹甲骹肚，车经不去向袂煞，全浸伫半个车轮管的水内。也有民众烦恼机车会互水泡下去，拼命撩水救车。大概已经到大水这边了，蛮深的。对，所以我就赶快把它救出来，不然汽车会可能发动。为民众救车袂赴，损失惨重。新店花城路中到12点40分以后，全部拢是黄水。雨实在落了伤过大、伤过急，根本无应变时间。有居民车停伫地下室，全部浸水。我的损失很严重，我有3台汽车、2台摩托车，我地下室2楼有3台汽车，然后2台摩托车这样收拾起来，已经大概破100万，所以这边一定要查。在强降雨灌注之下，基隆河水非常悬，南浦大桥站水真岔流。经过台北市消防局统计，到下晡3点半，台北市大安、信义、文山3点钟雨量超过200毫米，达到大水河顶级。若行政区是雨量超过100毫米。尾晚5点外，雨势已经转好，同步积水案件485件。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彰化县今仔日是增加6个确诊病例，其中有4个依然是甲拍麻将的牌卡传播链有牵连。不过，这个确诊者的牌卡大的所在甲拍麻将的所在是离真远，县政府目前也当咧追查。讲到台中的部分，今仔日是增加7个本土病例，也包含着一间药房的药师，一家伙下3个人落确诊。那讲到婚礼的部分，今仔日是增加1个，是去互伫咧苗栗景观店主上班的查某囝胃着病。清洁人员伫保心的街路上进行消毒，这所在拢是确诊个案相关卡列。彰化县初时新增加确诊有6例，其中4例甲麻将牌卡传播链有关系，也是拍牌牌卡。同一传播链已经总计19例。不过因为确诊者发病的日子拢真晚，所以讲即阵也无法度确定感染的源头到底是什么人。没办法从这里面去区分谁跟谁打牌传染的，因为他们有高度的重叠性，在不同的时间跟不同人都会重叠来做这个牌卡的聚会。所以你如果要知道这个传染怎么进行，你只能从它的发病时间间接去推估，那这发病时间实际上又很接近。也间片表示，即阵麻将的传播链已经传播到家庭，是不是会到工作场所，也是其他的社交的所在，卫生局已经开始来疫情调查了。而台中市新增加确诊个案7例，其中包含第5车经营药局的药师，一家3个人拢围着。无期一个40多岁的女性，她本身在药局工作，她也是等一下我们会连续报3例。都是同一家人，那都是在无期的某个药局工作，那他并没有外县市的旅游史台中市卫生局表示，药师一家3个人的感染源依然唔知影，不过即阵甲列出药师后生是唯一的接触者，其他依然在疫情调查中。而婚姻关初时新增加1个确诊个案，是一个72岁婚姻人，是互家己的查某囝倒来后头厝的时阵去传染胃着的。他女儿回来以后。那5月29号回来以后那跟母亲住了2天所以呢，到6月2号被匡列为接触者，那就开始居家隔离。后来我们安排他到
我们本县的医院采检，那采检结果与阳性。云林县卫生局调查，云林人的查某囝是苗栗江源电子员工，因查某囝阿某2个人办事已经被苗栗县公告确诊，即阵已经列出11名接触者。南投是新增加2例个案，加1例无领号的个案，其中2个是老爸甲查某囝，因为厝内底办理丧事去画着，其他的家族成员也拢列做直属隔离。记者综合报道。桃园今仔日有增加11个本土病例，市长郑文灿强调讲，湘北家人桃园是同一个生活圈，桃园的防疫也真重要，而且伫咧桃园有11万名移工，为着要防止移工变做是防疫空棚，针对着50个移工以上的宿舍或者是工厂，制定加强版本的防疫指引。另外，家人市长林佑昌也认为，首都的生活圈爱做伙防疫，家人的疫苗分配数量也着爱比较台北甲桃园的标准。清洁人员对着好事多南崁店加强清消，其他像是恒大黄昏市场、顶好超市、全联拢因为确诊者的卡抓加强消毒的作业。桃园测试一天确诊人数11人，市长郑文灿讲，湘北是重灾区，疫情若传出去，其他的所在会变做另外一个湘北。台北、新北、基隆、桃园是有同一个生活区，桃园的防线是非常重要。苗栗的江源电子爆发移工互相相互感染，桃园有11万的移工。郑文灿宣布，对50个以上移工的宿舍也是工厂，制定加强版的防疫指引，来杜绝疫情的破口。移工宿舍50到100有289家，100以上有92家。那我们提出了移工宿舍的分流的管理计划，包括分流、分区、分工、分时段。李部立桃园病院逼出30多岁民众进行注射 AZ 疫苗引起肺结的情形，自费70万才保掉4命。桃园市卫生局讲，已经接到申请有害救助金的补偿，会予伊协助。如果有相关的，可以到1万到300万。那如果无法确定的话，到1万到120万。那如果有产生障碍的话，可以达到50万到600万。那死亡也是一样哈。那这个有一个程序，还有一个委员会去认定。家人测试确诊人数7例，其中1名确诊者案例1005是20多岁女性，是台北加强型防疫旅馆的员工，因为身体不爽快去就医才确诊。那加强型防疫旅馆的员工一般不会这个非常频繁的去离开这个地方去移动，所以这个个案为什么会归在我们基隆？我们也会进一步来了解。林佑昌讲，湘北的疫情无降温，国人的疫情虽然得到控制，不过强调首都生活区应该采取科学联防，呼吁中央国人疫苗分配应该比较湘北甲桃园的标准。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防疫期间，就是接洗手、挂嘴暗、坎歹出门，说是有人拢讲袂听。就业者伫咧往恒春甲垦丁的车路边插一个大扛棒，顶头写讲医护人员无应甲无暝无日，你个走出来算敢袂歹势咧？原来是要苛刻游客，虽然讲因生理歹，毋过为着防疫，游客也是莫来较好。徛伫垦丁入口的看板写着医护人员无日无暝工作守护台湾，你来好意思出来佚佗？这句话引大家眼光，原来是当地民俗业者开2万找人设的，都是希望民众乖乖踮伫厝。发布3级之后，我们就自主停业。但是还是会陆陆续续看到很多游客在海边玩，心里都会冒出一句话说：“你们怎么好意思出来玩？”公开呼吁民众不要聚集嘛，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是 OK。伫垦丁经营民宿，李先生也算受灾户，因为疫情相关起来，用要无收入，每个月爱阁支出30万。不过，伊感觉现阶段爱团结度过疫情，才会挂这个看板。另外，过一节年假特别到会中央也呼吁民众尽量莫回乡。在端午节期间，我们还是呼吁民众非必要不要去做任何的移动。不过，测试这一天，屏东煞拍破最近来连确诊出现1名本土病例，50岁查甫人因为家属确诊去互围掉。姐姐是原来是在桃园的确诊个案，那2706返乡以后接触，那被匡列到居家隔离，那在6月3号解除隔离后去筛检，那却呈现阳性。这个确诊个案是1047例，阿姊甲爸爸拢确诊，属于家庭群组感染。不过一开始验出阴性，搁转阳性，所以县府提醒民众，虽然第一时间检验阴性，也免放零，也是要自主健康管理，等全部检测流程完成，确定是阴性才会使。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拉丁美洲的疫情继续伫咧滚价，医疗体系也无多应付民众需求。第四有真侪民众甘愿坐无人机去到美国，是专工去做疫苗的。实在无想要搁再等啦。告诉大利家的翁仔某安德利亚甲莫拉，选择坐无人机到美国的迈阿密，要去注射只需要注一剂胶性新冠疫苗。因真少年，而且为着风险较低，伫英国内注射顺序封排伫真后壁。La decisión se toma más que todo porque somos papás de una niña de 6 años, ¿verdad? Entonces queremos tener la tranquilidad de que si nos enfermamos no vamos a caer en una cama de un hospital. 哥斯达黎加最近较增加，死亡人数拢上升，过去14天每10万人就584人去活着。法新社报道，拉丁美洲的国家专程到美国注射疫苗的人是愈来愈多，尤其美国即阵是开放外国人免费来注射，更加真做一大诱因。哥斯达黎加官方预估，5月到7月大约有1万人会专程到美国疫苗旅行，因大部分是选择德州、佛州甲纽约。伫依照即阵真热烈的情况来看，这人数真有可能会超过预期。另外一方面，哥伦比亚面临第3波疫情，过去24小时新增加超过27000例确诊，创下新冠的纪录。不过当局确实反倒转来做，慢慢来放松防疫限制。伫初3更加允准大多数的大型活动重新来开始，互当地医护人员是感觉真大压力。另外一个南美的国家智利上款是现在疫情危机中，确诊人数伤多，造成病床不足。首都圣地亚哥99%病床都已经满床啊，医疗系统即要放弃啊。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美联社报道，智利已经有52%民众注射新冠疫苗，不过新冠重症患者依然占全国病床的97%。BBC 报道指出，由智利是以中国科兴疫苗正做主力，伊的有效性也受到质疑。公视新闻林浩如编译。国际劳工组织初二有公布一份资料，讲今年尚无有2亿2000万的劳工失业，就业市场恐怕要到2023年才会来稳定。亲像泰国因的餐饮业4月开始实行禁止点来食的措施，一天的损失就要到14亿的泰国钱，到达有50万人是找无头路的。这间咧卖朱古力豆甲咖啡的店，去互美食旅游网站，讲是泰国曼谷上界好食的早豆饭店。5月底按算要收起来的消息一个传出来，是吸引真侪市中的人客去消费。泰国的疫情加悬，当局4月份甲包括办公在内的6个区列作高危险的区域，禁止伫咧餐厅内底食，敢若会当包转去，造成侪店因为无生理全倒去。Really disappointing. The day that the government at the end of April announced that there would be a dine-in ban, I was here and I actually started crying because I knew that was the point that it was over. 泰国餐厅协会估计餐饮业营业额一天就会损失14亿的泰铢，而且50万做食的人无头路。这2个月以来，有要5万间的餐厅收起来，或者是暂停营业。在疫情结束之前，恐惊还佫有1万间的业者经营袂落去。5月底，伫业者的抗议之下，当局放入限制，互伫咧高危险区域的餐厅开放人客会当伫咧内底食到暗时啊9点，条件是要甲人客的人数降到原本的1/4。另外，业者嘛讲，因手头的现金要应付店租甲员工的薪水已经记载袂调，需要政府来斗相共。国际劳工组织 ILO 初二公布全球劳动市场统计报告，嘛反映疫情影响之下无奈。ILO 估计今年全球至少会有2亿2000万人无头路。明年会小可降低到2亿500万人，按算大概到2023年，全球就业的情形才会较好淡薄啊。We expect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will be worse in low-income countries. High-income countries will close the gaps the fastest thanks to their better access to vaccines and their strong fiscal policy support. The report also details the way that this crisis is making long-standing labour market inequalities and decent work deficits worse. For many millions of people, the working hour losses, combined with a lack or absence of social protection, have simply meant an increase in poverty. 国际劳工组织秘书长莱德嘛警告，妇女、青年还佫有20亿伫咧非正规就业管道做工课的人，受到冲击是上大的。甲疫情进前2019年来比，全球散车甚至是一无所有的人，这人口是增加1亿800万人。
伊呼吁各国的政府应该针对这的弱势族群推出各种的振兴方案。若无新冠病毒的问题拖久来，毋但是医疗的问题，更加是经济甲社会问题。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仔日的 AM 新闻由愿替咱观众朋友整理今仔日各县市本土病例数量。今仔日新增加339个本土病例，到境回来有133例，死亡的人数有21个人死亡。新北市的部分是增加227例，台北市152例，苗栗县有51例，桃园11例，台中含家人拢增加7例，彰化县有6例，新德市含南投拢增加2例。宜兰、花莲、新德县、高雄、屏东县、嘉义县、云林县拢是1例。目前咱台湾已经有10446例咯，本土病例部分已经有9248人感染。讲到即马人是大母人、大母种，就爱管好家己，千万唔通做防疫的帮派。伫咧新北市，就一个当咧居家隔离的查甫人，伊初三暗时竟然偷偷塞车出去，落尾警方也发现了后，甲伊押回去处理。伫咧新德县的部分，是有掠到一间养生会馆，伫防疫期间竟然偷偷做生意，这2案拢移送卫生局裁罚。大声命令伊拍落去，因为姓陈查甫人是居家隔离人，煞开车出外，还佫被警方拿查掠到案。警方调查，这查甫人的动机，女朋友确诊隔离当中，伊被扣咧居家隔离14天，煞开车伫咧徛街附近时发生车祸，还佫开车家己离开。到案了后，警方要求伊家己穿隔离装备，上车等待，以2车前后包夹方式押伊转去。后续警方调阅监视器，锁定其动态。立即出动警力围捕，以2车包夹方式顺利将该人送返家，后续将检附相关资料，依请卫生局裁罚。你们这样私底下这样变防疫破口？警方临检发现，新竹迪巴这间养生会馆防疫期间违规营业，互警方大骂是防疫空棒。警方调查，这间店故意大门锁起来，按服务生甲人客为后门进出。临检过程中，佫发现有男女咧性交易，犯妨害风化等罪。另外，无实名制甲挂催案的部分，送卫生局裁罚。发现该店包厢内有一名男客与女性美容师，并有人与人的连结之情形。且未佩戴口罩，另查有一名男客正在包厢内等候美容师前来服务。刑事局是侦破犯罪集团伫面册救济社团，打全面镇压，讲是抢买疫苗会得到薪水，佮用做疫苗基金投资，坑落去的钱愈多，获利也愈多。清查了后，发现已经有10多人，互因骗走数十万。犯嫌并供称可进行疫苗基金的投资。储值越多，金钱可升等越高的会员等方式来使被害人受骗。警方呼吁民众唔通轻信协助抢买疫苗的假信息，则被纳入款户。若接到无经过证实的疫情信息，爱先家己查证真假，也唔通凊彩散布，则被犯法。记者综合报道。讲到6月14过后，敢有法度解除3级警戒咧？就医生认为讲，要降登去2级的机会是真低，上无阁爱观察1个月。另外，针对国内疫苗不足的问题，前卫生署长杨志良讲要用关电话行动来抗击政府。国内疫情严重，疫苗正做予疫情转好的希望。即嘛包括日本、甲美国，所落来拢会提供疫苗予台湾。医师讲，即嘛疫苗的数量增加，自的比率提悬了后，会当甲疫情压落来。不过防疫措施也是袂当放零。像英国啊，像美国的资料，那打1剂以后就可以发挥部分的一个保护效果。虽然说有疫苗接种率是以60-70% 为目标，但是如果你的疫苗接种率已经达到一个程度，而且你还是有持续去进行一些防疫措施的话，大概就是可以控制疫情了。医师表示，目前国内疫情为长照机构到科技厂逼出群组感染，病毒一直伫社区内底挖来挖去，社区内底但是也有病毒感染的事件，都会一层过一层。要伫6月14恢复到第2级的警戒，其实是真困难。苹果还阁需要观察几啊礼拜到1个月的时间。现在的病毒所在的量太广泛了，我们如果勉强回到2级呢，很快的病例会增加，我们就得强迫回到3级。唯一的办法呢，就是
赶快打疫苗，让疫苗的接种率的覆盖率赶快快速的提升。那这样才有可能在2个月之后呢，让这个疫苗的效力出来，我们的情况才能稳定住。因若国内疫苗无够的问题，引起民众的不满。前卫生署长杨志良请全面伫6月初6暗时8点的时阵，做伙甲电话结合花1分钟，抗议蔡政府坚持袂放行民间采购外国疫苗的行为。杨志良表示，这届日本送的124万剂 AZ 疫苗，并不是蔡政府的功劳，是台湾人民甲日本人民的友谊，是日本人感谢311大地震的时阵，台湾人捌甲因斗相共。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伫今仔日有增加一个本土病例，是住伫小港20多岁查甫人，目前伊的感染源也当咧追查。讲到这疫情当咧滚价，高雄市餐饮甲运输业损失是真严重，业绩上无达5成以上。市政府也推出着高雄好加载互相纾困方案，结合线顶点餐平台，由计程车司机来甲你送到位，市政府也当提供车钱补助。不过，有的司机认为讲，这车钱补助伤过少，参加意愿无介悬。客运车等伫排班的所在，现场5台车有3台无爱载客，因为有时阵等几工业绩也是零。市府统计，疫情升温以来，高雄餐饮业平均业绩减5成，客运车更加是将近要8成。为着帮助业者渡过难关，创立了互助的纾困方案，结合线上点餐的平台，餐饮业甲运输业，仿做是外送平台的模式，但是送餐的人变成是运价，只要落单满499块，市府会补助85块的车资，超过的钱是由下单价来负担。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桌子越擦越干净，但是客人却没有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回来。这一次的疫情，它不会只是短短的一段时间，而是需要长期的抗战，让大家在家里宅的时候可以享受到平常喜欢去的餐厅的美食，而且还跟同事可以帮司机大哥度过这个难关。鼓励民众唔通出去，市府推这个方案，希望帮助业者。不过有运将认为，虽然是好意，但是1.5公里内底补助85块，等于是起跳的费用，帮助其实无大。因为阮有当时啊吼，阮上爱就是讲会当接到长途客啦，无阮一届等2-3点钟，载85块，佮倒转来等，安阮袂好。咱这个系统若愈做愈大，生意会愈来愈好啦吼。这一点我们甲咱司机老大哥吼，甲咱的运将朋友吼，大家表示感谢，大家拢非常的辛苦阮来做一个滚动式的检讨。对着这部分，市府表示会滚动式来检讨，但也是鼓励民众加来使用。若用量有一定的比例，业者咪当领到更较侪钱。只是这个平台目前只伫高雄使用，市府会鼓励其他的县市做伙来参与。记者王刘婷、林昭宽高雄报道。为着要避免疫情的传播，嘉义市除了甲公园游乐设施封起来以外，也有封南潭水库后山的步道。所有民众违反规定入去运动，佮因为人无爽快，叫救护车来甲伊送到病院。嘉义市政府表示讲，会依照传染病防治法进行处罚。那你们送哪家医院？长庚。长庚。全部都在长庚。长庚哦。对，我现在。民众伫嘉义市运动到一半，身体常常无爽快，赶紧叫救护车来。只是运动的所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早就伫5月27号就封起来。都防疫的时阵啊，当然嘛封起来。无人传人哪会创？袂通啊！害到家己，害到个别人。这是有封闭的状况，禁止进入的一个情形。我们到现场之后，评估 TOCC 还有血糖值，然后辛辛那提测试都正常。然后再后来就是给予一些基本的救护处置之后，后送到医院。嘉义市政府为了要减少疫情的传播啊，甲一寡民众定定群聚的所在封起来，嘛包括南潭后山的步道，但是也是有民众违反规定。市政府表示，封起来的所在，民众即马若是搁入去，是袂看到会直接开罚。那我们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也目前呢正在进行采法的相关行政作业程序。那这个采法呢，我们将依传染病防治法处3000元到15000元的罚款。消防队表示，患者坚持爱送到家己县的病院，嘛是不当使用救护车，所以嘛有开消费购低单，患者嘛有同意。市府强调，疫情期间也是请民众尽量配合规定，唔通浪费社会资源，甚至造成疫情的破口。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为着要加强移工的防疫，云林县政府特别录播相关的语言的宣导内容，用宣传车直咧放送。县政府表示讲，因为县内移工人数有超过2万人，用无同款的语言来宣传，会当增加防疫。防疫广播车当用印尼语放送防疫相关的政策，针对防疫的工作加强宣导。为了要互云林县内移工买当落实做好防疫。云林县府录华语、台语、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还有泰语等等6种语言，再搁配车新写几个语言，伫云林县内20个乡镇市巡回放送。迄个新闻爱人毋知听有，啊无你若外路听无啊。云林县政府表示，目前县内移工的人数超过2万人，为了避免出现防疫的空棚，出动3架防疫的巡回宣导车。伫上下班的时间，伫工业区甲菜市仔的出入口等等的所在做宣传，嘛不时伫各乡镇的大街小巷来去做宣传。不只是泰国的语言，包括我们越南的好朋友听到他越南的母语的时候，他也会特别亲切、特别想听。那我们印尼的好朋友也一样哈，他听到印尼的母语自己国家的语言，他也会驻足来听一下，到底我们国家的宣导，整个防疫的政策是什么？云林县政府强调讲，因为目前大部分的电视甲广播电台防疫的宣传，拢是以华语甲台语为主。不过，伫云林一寡偏乡的所在，也有袂少移工。为了避免移工加做防疫的空棚，特别录无共国家的语言来宣导，嘛呼吁移工若有出现相关的症状，拢会当赶紧去快筛站做体检。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关系，全台湾3级警戒，学生也拢伫咧处理线顶教学。根据着民间团体调查，有7成国小学生想要出门，5成的中学生因为无法度看到朋友，心情真歹。也有3成的中学生，逐工使用3C 产品的时间就超过12点钟。囡仔踮厝线顶上课，居家防疫进入第3个礼拜，关心低小权益的台湾少年权益甲福利促进联盟，特别针对这段时间国小到高中的学生做调查，其中发现有将近6成的囡仔人，逐工使用电子产品超过9点钟，嘛因为只会当用线顶来联络，甚至有3成用要12点钟。我会觉得很不舒服，就是每天都要用这个上课。就眼睛会很疲劳。除了电子产品使用过量，调查嘛发现，居家时期囡仔的身心适应嘛出现变化。亲像将近7成的国小儿童真想要出门，有5成的国中高中生因为袂当参朋友来见面，感觉痛苦；，阁有将近4成外对规划未来感觉焦心。就是可能上课时有时候跟同学玩的那种感觉。因为上课你就是视讯就没办法跟同学玩。伫咧厝诶，莫出门，这是防疫上重要一件代志。但是这件代志嘛是对咱囡仔甲少年仔诶心理发展影响足大诶代志。所以，阮第一项就是要提起这个议题。另外，因为有大人嘛居家上班，嘛有囡仔认为参父母做伙时间变长，互妈的时间嘛变济，冲突嘛变济。戴孝明表示，这项调查主要要反映现阶段囡仔的状况，嘛建议政府应该互家长有一寡引导，互大人甲囡仔的居家相处更较和谐。记者陈嘉文调随台北报道。目前学校拢停课，那都搁改做是线顶教学。那种家长搁伫咧厝里上班，煞变做是爱上班也爱顾囡仔课业，一人有一款的压力，真容易造成冲突。有专家建议讲，通好安排时间表，定期开家庭会议，对亲子关系拢真有帮助。幼囡仔欢喜咧佚佗，连咪耍办公会啊，连咪爱妈妈讲故事。囡仔人切着，家长即阵无法度甲因带出去公园，伫厝内就爱想尽办法满足因的活动量。不能去公园真的差很多，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有买了室内滑梯，还有跳床。对，就想说，除了一些静态的玩具跟绘本阅读之外，也还是消耗体力，是对付小孩很大的一个难关。家长甲囡仔长时间伫厝内活动，空间的使用、时间的安排，拢有真大改变。加上烦恼情绪会影响到囡仔，所以家长会温暖心情。专家提醒，照顾厝内人的同时，一定爱先照顾好家己。
第一个是照顾自己，要认识、理解、接纳你自己现在有这些负面情绪是正常的。我们不是100分的父母，也不会需要是完美的父母。再来呢，是找回一个生活的顺序，因为在家的工作时间很容易很长，然后你又要很快的去转换你的角色，那样子的负面情绪一定会累积。其实我会建议2岁以上甚至都可以跟家人、跟孩子晚上做一个像家庭会议的方式。郑钦义嘛表示，学生囡仔若因为无法度出门，功课压力大，会当参考立福联名的蔡讲少年专线服务。家长若连续1礼拜心情歹，无法度排解，网络也有侪咨询专线，亲像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等等，攏有專業的社工單位提供協助。記者楊淑晴綜合報道。明仔天氣是好也是歹，做回來看預報您就知。北部地區對25度到29度。中部地區對25度到31度，東部地區對25度到30度，東部地區對26度到30度。再來看外島地區，對21度到30度。一個未來3天氣象。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看今日AM新聞，我是嘉豪，咱馬上同一時間再會。